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，航空业损失特别惨烈，两岸航班一日减真济，嘛影响到航空运输业。一寡送货业者生理共款是害惨。若是货运计小一直起，短短2个月时间已经起超过4成。即卖业者就烦恼讲，若是疫情也未收煞，可能空运的部分都要冻点。 做手机产品的工厂内底，员工拢无用咧赶工，不过即马却拄着产品做会出来，却送袂出去的问题。桃园这间做手机配件产品的公司，伫中国贸工厂，最近收到对华货运公司的通知，讲因为航空公司的航班减收济，为中国运来台湾的运费要起价。货业者说讲，运费真正是互人强要袂堪的啊。因为航班减少，整个费用会往上调涨。因为之前两花货运的钱已经起过3届啊，为春节过年之前，普通的货物为1公斤人民币14块。 起3届起到人民币18块，即马阁收到起价的通知，要起到1公斤20块，短短无2个月就起超过4成。若航班变少，对花开工的人少嘛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无啥人开工，所以产量嘛得咧变少。本来一台货机载5间公司的货就满，即马就算有1、20间公司出货嘛无一定载会满，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去海关领货时间比应过加50点钟，成本加真济，运费当然就得得起。华航、长荣涨货运费嘛，对，因为第一个机位压缩啊，航班取消，那几乎呢不得不这样做。这个可以另外一种收费，就是用一个附加费，不要涨价。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候呢，一涨价都会涨。货运计小一日起，厂商烦恼会影响到规个产业，货运业者嘛真惊疫情，若是搁唔赶紧过去，空运可能就要停掉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